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本，欢迎收看《福气来咯》。我们当地美浓系咧体力人杰的好蔬菜，近年来也有许多的美浓后生嘅转过去家乡创业，本有嘅传统嘅客种带来更加无穷嘅风貌哦。今日的来宾呢，今日也是转过去嘅青年之一咯。今日用自家嘅想法，将一啲老嘅建筑打造成一啲无穷嘅空间，贴配嘅传统，底部有样板嘅故事呢，也能夹夹来听今日分享吧。马上来欢迎我们 Party 是意向界嘅店长，我们阿神。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美浓路的叶一成。哇，欢迎阿神哦！沙下人呢是我们的师傅，我们的料理的厨师曾文。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美浓路的曾文。哇，欢迎两位好帅哥来到我们节目底部。那沙下人呢继续来请教下阿神，我哋讲 Party 是意向界一定空间，一个传统头摆佢係一啲無共用嘅建築，可以請阿神同我哋紹介一下頭擺我哋嘅傳統係之前係樣板嘅一個空間，好冇？Party 日讲家之前是一个福安烟业辅导站，它就是一个烟业的集会所，那大家就在里面去交易买卖烟叶。那很多就是居民他们来就是很多当地的居民都在里面，小时候都在那边玩。那现在回想起来，就会觉得蛮有回忆的。就是講唔能嘅年客都唔能嘅時間，佢哋可以同分享講我哋頭擺以前都睇嘅高料啦，睇下神發的樣板嘅故事。唔過我而家講印象，美濃貴族以前應該也唔係想講貴族以前幾年前佢嘅營業都停止交易嘅度係嘛嗬。佢說停止交易之後，有個輔導站係點下來呢？還係有其他運作啊？是，他之後就由客委會拿去接手，那就把那邊變成一個算是一個藝術文化跟寓教於樂的一個牛埔莊文化生活館這樣子。都一個地方嘅生活館，也係本大家做一個公眾嘅空間，可以利用啦。給牛埔莊一個空間可以利用這樣子。你阿神，你這個樣板相關轉過去加強嘅時候，先提下來做一啲目標嘅打造來規劃一個傳統呢？也是因為因為機會知道說，客委會有在這邊要招標那個商家，那時候。是因為我媽媽啦，她本身是一位燈藝師，那她也有蠻多作品，就是不管大的小的畫作那種，就是還蠻多的。那我家可能的空間也快被她佔滿了，對，快放不下了，所以她就需要找一個地方，同時可以放她的畫作之外，也可以在那個地方去傳承她的手作技術。對，那也是就是有人跟他講說，那邊好像還不錯，你可以去看看。那我們一起就是過去，他就覺得戶外空間也蠻大的，那室內空間也有很多可以利用的地方。那他就覺得好像應該就是這裡了。你能第一擺看到有個空間的時候，慢慢喺感覺清晰下，你能自己嘅看法咯，阿正。就覺得那時候覺得蠻不可思議的，就是那既然適合，那我們好像就要把握這個機會嘛，就是對。那時候大家就討論，就覺得說，那好像擺藝術品之外，我們可以做其他事情。對，那就覺得那藝術跟美食去做結合的話，好像也蠻不錯的，所以就。後來就變成一間複合式的餐廳。你想講其他嘅空間，但問題做一啲藝術嘅空間，先將還可以有更好嘅發揮。對。我都盡做嚟可能加上一個美食嘅部分。真係唔知家喺上班咯。之前係同玉成媽媽就做第呢做專門叫嘅，咪係有想過做美食，唔過就只要。卡手幾飛做美食通常都是做燈。對如果有這個機會，那就一起下去。吃飯啦。不過等下談出來失敗的故事曾文，你自己講頭擺係同阿神佢阿媽媽學嘅燈藝嘛，中央睇又睇做燈藝，結果料理唔係本科呢嘅工作，唔係我本科係。劇場藝術，國立台灣戲曲學院劇場藝術。好意思的呢。用板會不會轉變做嚟做料理做廚師的呢？是很細時間其實就對料理
有兴趣，不过后尾就读艺术诶，梦想都行啊去做艺术的，结果要去兴趣，人家真是变做一个工作的呢吼。哦，就艺术家兴趣全部都有诶，两者都兼顾的吼。安尼阿婶转过来讲啦，你能空间吼，在大做的时间，你能放在一久的时间，把它变成说你能上底杯安尼一个地方啊。它其实本身建筑就是已经有一部分的那个设计了。其实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店有一个落地窗，用这个落地窗去延伸这个主题，因为我们落地窗望出去是稻田。然后再往后延伸，是我们美浓有名的金枝面山、灵山跟月光山。那这个草啊、山啊，就觉得我们整体氛围，因为它生活馆本身就比较偏工业风，对。那我们觉得，好像可以把它比较改造成树林比较自然一点的风格，那也让来的客人啊，就是觉得比较放松一点的感觉，对。那前后那个装置啊，然后灯饰那种，大概半年左右啦。都算下来差不多有将近半年的时间，你在那做整理规划嘛，吼。谈下来对那个来从他们看出去，迄亲像画个形容的吼，一个图画形容啊，有山吼，有草，有个你那空间底部，你自己刚刚最特别的空间，现在是除了落地窗之外，还有其他地方吗？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教室。对。那教室，我妈妈是把它设计成就是可以上课，也可以做展览。那他用了很多轨道灯啊，然后那个我们自己做的手工灯艺去做装饰，那看起来整体氛围就是暖色系，就是很温暖的感觉。对。那餐厅外的话，就是树林自然风的风格，对，就是很多花花草草，对，看起来冇暗暗啦吼，对，比较柔一点，很放松的感觉。很放松是。不过头到安尼汤，你那底部啊用落地窗，可能南部那头又暗台，能又用个暖色系的天赋，行业时间有人同人讲，哎呦，青年的感觉冇？会不会啊？那时候就是也蛮刚好的，那个落地窗是刚好避掉东西晒的那个。风向无直接面对个日头啦吼，对，就还蛮幸运的。日头的安尼晒，人南部来讲本身日头安尼晒，人都想讲拿个窗帘啊，也不会冻润的，应该受不了。慢你想讲风景安静，不过日头安它会抽个做一门顺后喏，给晒到会了。安尼怎么个讲究的啦？第一讲个艺术的吼，学艺术的也好，做艺术家也好，其实拢各有想法的人，错冇，很有一个自主的想法。你能睇打造空间的时间啦，因为人都有一个基础做艺术的嘛。我唔会睇家睇做一个空间规划的时候啊，我有冇相同的意见冇？我感觉一片安尼中国讲，一片灯呢吼冇安排用色，我唔会有冇相同的意见。我有啊，不过会睇家。会飞，就是来讨论，然后用什么样比较适合。对，你这个本身是做负责料理的嘛？那人家讲料理是内场做，人家在厨房的部分，做下的部分，做下底部你这个有特别去规划过吗？有啦，是有会顺啊，会出菜做出来嘛会顺。然后你这个有规划过动线顺，然后出来可以给本这个工作可以更流畅，比较轻松一点。安尼阿婶，你两位还记得铁牌开店的个感觉无？能规划个安好的铁牌开店，可以分享一下铁牌开店很样板的情形哈，阿婶。第一次开店，因为我是外场的部分所以我本身之前也不是服务业，就是所以算是第一次开业，算是真的第一次去接待客人。对就是第一次就是。现在也想不来，现在想不起来。不过就是太震撼了没？对，很紧张，然后
就是就觉得很不自然，但是应该是也蛮顺利的啦。就是客人来，就是接待他，把服务做好这样子。对。所以讲，无一个经验啦，第一摆上场吼，还有一个紧张嘛，怎么对自己来讲就是一个震撼教育。不过天天的做，吼，顺顺的也做到更加，好冇？安尼真稳喏，外场已经按紧张的，人内场估计是讲要个传统的灵魂所在呢，要出一个料理的呢。因为应该系现点现做，所以以下累这么多单呢，会轮差，所以那时候就打战一样，很乱啦，因为很忙，大家都乱成一团。安尼诺贝同给催促的时间讲，用他目前出来的时间，你会不会轻薄一点来讲？有时候会，就是因为人太多呀，以下太多人，因为没办法消化。对。安尼外场安尼，是能接触到一个时间，能会定期做一个调整，也来讲，天数讲，应该能单子可以再缓或怎么样，能不能用板的处理啊？一直去做调整啊，不管是外场跟内场的沟通，还是菜色的调整，还是一些顺序，就是我们还有很多空间可以一直去做进步。哎呀，如像复习经验啦吼，并考试经过吼，虽然说题目拢做个归属的，真是主动问题的时间，还靠一个临场的反应吼，他把自己来讨论，不断的修正嘛。是。哇，观众朋友，原来后生人归乡吼来创业，也是一件无简单的事情。像阿生今日当时都冇想到，可以咧传统还有安度的问题呢。不过传统要做得好，料理也最重要啊。我哋休息一下，继续来同大家分享哦。前面同阿生这么今日讲到的两办开店的态势是，不过传统最重要的除了有好的空间之外，还要有好食的料理啊。接下来继续来请教一下这么今日的料理有哪条特别的吧？这么你自家作为的厨师啊，店方所有的菜单料理，係咪都你自家上的啊？我们团队。向下大家讨论出来的，你能自家更加一个店方啊，料理的风格，自家定义还是哪一种的料理的风格？那传统的复合式，有西式，西式有意大利面、炖饭，然后又有结合在地的板条，对。算是那个特别的异国料理的然后还有中式就是定时。对有附三样菜啦，三样菜有些是会用在地的，对，就是每天也会换菜色。更加今批到嘅香米如能带来的料理，根本你带来嘅量方係咪個特別的同人哋小計一下吧？藍色盤子是那個海鮮青醬海鮮板條板條哦，板條中間的面係板條，用板條嚟做，有個口感會唔會？某共用，大概有某个想法吗？口味会很特别但板条的那个口感会一样，就是都是 Q 弹的。不过板条本身其实讲软啊，比个意大利面来讲，意大利面应该算讲硬。我唔有人下吃到讲，有个口感模式下，也系讲有人吃的，人都爱上这种口感，因为老人家有可能个好是软的嘛，怎么个好吃？有人吃的就屌炖的。你能将有特别调整过吗？有几个调有，你能用满意调整？就看，因为有的味道不够就要加重，因为像青酱其实就是比较简单啦，就是蒜头跟九层塔。对，冇加特别的秘方，也系讲更加喺节目底部冇都唔得讲。好吧，那我们私下请教啊，除了板条之外，另外一个我看到还松饼。松饼就是我们有固定的，就是综合水果松饼跟香蕉巧克力，然后还有一个叫做日式抹茶。除了水果，有没有想过有特别的菜啊、野菜啦，还冇嘅加水？还有菜乖乖。冇啊，我想讲嘅水莲其实冇乜嘅味道，假使讲切啊、多啊，有可能冇米稀。系啊，其实调整做一啲蜂蜜啊，也係講乜嘅甜甜嘅也做得啦。可以吃坤啊，就同抹茶共用嘛。
哦，你能睇用一個食材嘅時節啦，能會去配去尋嘅認識嘅小農，也係講會向人家同人推薦，能去尋啊呢？有啊，都有。就是有認識的啊，也有偏人推薦的。能去到嘅同佢哋小農講嘅時節啦，其實我有冇嘅反應冇？能夠可以做到，我一咧先不能吃過那先。我也有一位。今年前哦。先民農軍熱情。他會先拿一些給你吃，啊，如果可以就跟他們叫。那啥人家嚟請教一下阿成吼，阿成，你能這麼凶的按度嘅出來給辛苦做出來，佢嘅試吃的係咩人啊？你的工作伙伴先來試吃。對，一定是工作伙伴先嘗第一口這樣。你能食的按度有匹配本人印象夠層面都講，人食的幾多擺食到要強的冇？其實這兩個都會吃到怕，因為不斷的在調整，對，因為那個鬆餅糊剛剛說我們自己做的，那自己做勢必就是要一直試味道，對，然後就可能那天好像一直做鬆餅糊，我們中餐跟晚餐都吃鬆餅，除了早晨頭是只講暗布條下晝頭下午才嘅鬆餅，連暗布條嘅豆芽也係鬆餅，對，然後受不了還給現場的客人，我說我們在試吃，我們在試吃，對，幫我們試試看，對，這個是都會講下我的年下是都會講，這樣就有問題。係啊，你想請教一下阿成啊，除了你能喺試吃料理之外，你家講有幾多嘅傳統啊？可能會有這個員工餐嘛？匹配會去設計講員工餐，你能這個有冇？還是講你能光試吃，其實都吃得貴爆誒？都唔是。以前是對，的確是試吃就吃到很飽，但是後來就是老闆就是我媽媽，就是說那我們員工好像都必須要有員工餐，對，所以我們現在也是都有提供員工餐。那員工餐就是通常都是由另外一位廚師，就是我們土老，對，我都叫土老，土老會去負責我們大家員工餐。那他自己也很有經驗，對，可以每天都不一樣的菜色做給我們，所以我們當員工還蠻幸福的。我親戚睇講，根本因為是乜嘅人呢？對，都會問我們。其實我同講，另外一個廚師會同講，根本呢秘密，不能其他一下。對，我們還可以跟他點菜。真的哦，你有點過嗎？給匹配的嗎？海瓜子。喂，等一下，你能太過分了吧？這個，那不然你模式都安好，你的這個是安好。應該能拿出來不能是的，還有個是未來的隱藏菜單，年時年上可以點。也有啦，都試試看。他也是愛去點的時間都特別點下給我。同時也考驗一下他是不是真的那麼會做這樣。安尼這麼唐豆人吼，他也是愛去安尼點哦，能會端出來喲。要準備。好啦，公道一下。安尼這麼繼續來請教你哈，如果做一個料理生涯，這個興趣真是變做一個怎麼樣工作之後，這個有乜個想法？除了前面講的可以磨汗之外，這個有乜個本個太收穫啦，也係講慎重嘛，睇料理一個部分。其實第一次做是蠻緊張的，因為沒有做給外面的，而且有很多是就是不認識還有客人。然後就是慢慢調整，就是口感，像第一次煮意大利麵煮太久了，拿出去給客人說你爛爛的哦，因為我煮完之後要放起來，因為還要再下去再跟醬拌一次，所以他會煮2次，他煮太久誒，太麵誒。所以咧廚師經係睇裡邊內藏嘅部分嘛，我從個接觸到年下啦，假使講年下有這種年下會講製品講，會同廚師講一下法，其實會幫鼓勵啊，也會同建議，就是可以加碼嘅東西。本日嘅料理更好是調整一下，能裡邊嘅料理有本身因為年下嘅建議，改變最多嘅係哪一類？分量。因為我們之前的分量太大，講講大家是冇包案的，對，然後就大家是太多所以它竟然是分量誒，更加提白的，嚇到大家都嚇到太大了。爹，
刚刚拿出来迄一盘，以前能拿出来迄一盆，系咪？差不多。爱在当时应该迄先去算的。最强讲无是无包的，刚刚还有人强讲是剃头的哩。哦，还有安尼哦。哇，真是太奇妙！安尼这么，你这个有观察过吼，无共的人哈，我有无共的喜好嘛？啊，台人甚至有无共的口味啊！啊，你这个爱料理呢，台人有各好吃的，老人家有各好吃的，你可以同人哋分享一下。我感觉村行底杯真蛮多，然后因为中式底杯又还有鱼的鸡肉，对啊，鱼的是老人家，老人家各好吃鱼的。啊，生年的哦，所以如果是松饼安尼，还有其他。松饼呢，会是松饼啊，炸物。哦，炸的东西。哦，啊，还有火锅啦。啊，火锅应该係一般台年生子都真好的吧吼。啊，你的火锅係台嗰種係西個人呢，小火锅那種。如果大家想嘅是乜嘅口味蛋糕都有。啊，你林林總總，而家料理差唔多一道刀。一道，30個以上。哦，30個基本啊吼，其他林總總還可以給它加上去。對，啊，你哋廚師喺底部大家互相嘅協調啦，嗰條流程要真熟練呢。哦，我真是從人家銀行一刀，你馬上哦都復過來。就會每個人都會有各自的工作之外，然後就是人多了要馬上去 cover 另外幫忙。阿嬸，這問題底部磨寒的時候，假設工人真的缺人手啊，你們外場會引起天數嗎？會，就是其實我們內外場是除了我之外，應該都沒有分別，因為我就是負責那個接應客人跟就是要站在前場的人。其他人就是他們要做前又要做後。哦，對。除了你要個點鐘之外，其他外場還算是救火隊啦。看到那片磨汗，就支援。對。後場有時候也是會幫支援前面。對，前面就是我飲料可能單很多，他們就是要來送餐。對。嗰時候可能夠辛苦，有可能外場負責的是那種做好還會自己端出去。對。啊，底部真門都在很安寧哦，這到底哪裡？又會很安寧哦，幾嚇人。哇塞，安尼湯，其實安尼講好嚟，真係奇妙啦吼。啊，不過我在底部的時間真是那個脾氣水深火熱，然後脾氣就很暴躁。按年更加公眾人員差唔多一道呀，一道啥？哦，加上另外從加風嚟係啊，全部都係從人強用幾多種嘅面容嘅後生嘅嘛。哦，按用埋去前面啊，從喺媽媽嘅後生嘅，還有其他係對腦杯潛過來嘅啊，阿嬸。其中應該是我老婆啦。哦，這個還講嘛，這個很用。對，來了周天珠。對，是我啊。其他另外的是朋友的兒子。對，然後也是那時候沒有，他是當兵，然後剛退伍，然後退伍要銜接另外工作，我們就說，我們這邊好像讓 case 需要人手，對，可以來試試看，然後他就加入我們團隊。啊，另外一位就是我剛剛講那個涂老，對，他也是美濃，對，美濃人，然後他，爸爸媽媽是住在美濃。他之前在外面工作，他可能最近就是需要回来，也就近照顧老人家了，所以就是後來也加入我們團隊。哦，問一個重要的問題哦，你看兩三模一個做料理啊，講父母有一個經驗嘛，做餐飲方面的，其他的工作人員可能有一個經驗嗎？他的確是涂老加入之前。我們都是零經驗哦，嗰時候只有一個係有經驗嘅，其他係都冇。對，你能夠有信心，但能夠睇呢？對，大家都說我們膽子很大。對，真是不過真是上榜啦哈，跟做到經驗，幫你們點一個讚。對，我們也很佩服我們自己。真的，哇，沒想到料理好是底部的故事也當然神奇精彩呢。冇就可以哦，等一下繼續來同大家講故事哦。阿嬸記得呢傳統啊，一個空間唔單止規劃非常的正哦，甚至講料理也好是。不過最特別嚟講，佢底部還可以辦個展覽來送課呢。到底係送乜嘅課呢？繼續來請教一下阿嬸吧。阿嬸，
唔咱咧地杯前面有讲到，唔咱咧空间啊，除了规划做传堂之外，还可以来办个展览，摆唔咱咧作品，甚至于来上课，先来强调一下，都来上课会上嘛，给人家来示范还会先上课的哦。我们课程的话，就是其实我们一直在做，客家小提灯，对，也是我们最近我们课程也有在推染布，染布，对，然后手做纸伞，伞的部分就是用我们用自己的染布去做的。过年的时候，我们也有开过布雕银偶，就是平影戏。哦，对，平影戏其实是我妈妈，她之前也是平影戏的老师，哇，所以她也想要传承这样的技术。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这种客家的布雕的旋转灯，对，也是我们接下来要推的课程。哦，故说也有做那种灯的哦。对，但是这个它就是我们主要是外面的布，那里面的骨架我们就是会先做好。参加课程的人就是可以做里面旋转的小装饰啊，然后灯跟把布外面的布装饰好，这样就变成一个自己的作品。哦，原来你想讲，那种灯的看法嘞，真复杂呢，那有可能讲，原来一年半年都做的吼，上课上下来还做唔得规律卡，因为还没做。其实骨架就是我们骨架正好会先做好。哦，你够辛苦呢，要做厨师还要做碗一样。不会啦，就有限时间做。哦，有限的时间。你等一下哦，阿婶，你课程除了个可能各复杂的，其他的课程应该都各细吧？最久的做一久啊？最久的其实都不会超过3小时，3小时左右。就是我们都会开下午，早上一个时段，下午一个时段，那其实都是大概3小时。如果讲也个课程唔系讲规划嘅过程，其中嘅材料啦，你们都准备片，甚至于讲有嘅可能会先做对一般的本人下来，可能这个染啦、画图一下安尼。是。哦。当然也是需要时间，但是这些课程几乎都是老少咸宜啊，就是都可以做。因为看来就是过简单嘛，对。你能睇做一个课程的时间，那一课程个速度分享啊？其实都还蛮受欢迎，就是有些喜欢拍照的，好看呢。对，他们就会比较喜欢以灯为主的，就是客家小提灯。哦，因为做好只拿红来点灯功法嘛，对，这就是蛮受可能年轻族群欢迎的。对，讲到个上课个情形啊，我讲差不多100来上课能接过有最小最大的团体，差不多年还有1到2来做上个课程嘅。有我们是每个礼拜日都会开这个课程。唔係每年都有的哦，没有，就是不用聊的时间，不用聊的时间，就是客人那个小孩啦，就是亲子都是亲子来做比较多。礼拜日几乎都是亲子，他们可能就是会先在餐厅用餐，然后上课时间到就去餐点就放在那里，对，餐点可能在那边，然后我们可能还会误会，这个是不是有什么？对，就不敢先动它。对，客人来问我说，那边可以做，我说不好意思，他可能在上课。哇，你那个空间如是不用得个呢，真唔看到有个情形，我讲，做个暗号是做出来冇关手关键是，结果行以前上课唔会同其他生其他讲伊冇，有个规划先规划好呀，冇做按辛苦，错冇。因为如何时间的问题啊。对，还是给大家一个比较。我可能慢慢吃，就是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啦，慢慢吃完，可能吃到一半做一下，刚好上课时间到就。可能做不想做了，再出来吃一下。对，也多好呢吼，上课松啊，用来多好的用来说了，是零行的自家用的安尼。好彩你那个空间蛮大，还是可以安尼做的。可以这样做。像其他的地方、其他传统可能做唔得到，人家坐在跟人家看到老板你摆咧摆安装的，做冇？你能有个特别的年行，为到上课去酒店能给些吗？也有，就是也有包反20、30，也是有，就是来上课。对，这也是妈妈也是有接。哇，做团课按多年的。是。你能自家除了个条都有讲的本身系
做料理传统服务之外，自己也有另外一个身份斜杠灯艺师嘛，怎么？你能用上讲到阿神同这么你能慢年的那个应该经历还是资历啊？你学的那一个经验夠久，捱夠久吧，夠久，差不多一年。我24年。也是哦。難怪哦，如果說前面準備嘅工作輕嚟做冇問題，人哋輕人嘅人。一條作品啊，原本你帶過來輕人自家做嘅嘛？自家做嘅。自家做嘅。人做嘅作品差唔多1個月嘅時間啦。昆太細。昆太細。從一原本你帶過來嘅。一種嘅係半年。半年都做得。哦，除咗準備好半年都做得做出來。這麼你自個除了去做一個廚師之外，上課嘅時間，也會去帶糧嗎？冇。春堂有課嘅時間，我就唔會去。除了不用嘅時間，我會去都不會上課。安尼哦，就你嘅工作係分開啦，吼。對。如果喺春堂課嘅時間，專心嚟做一個料理廚師嘅身份，唔會看到種人廚師味道嘅圍裙，等下我嘅上課嘅，總之在同一個冇一種可能啦，吼。安尼阿生自個喏，我從應該當忙無閒啊，唔能去上課嘅時間，我從嗰年我聽說下去教課嘛，行喺講媽媽。也係講其他學生會下去搞課呢。是，我就是因為媽媽有很多弟子，除我們2個之外，她還有八個她自己傳承的弟子。那其實她自己也是，就是自己有一間光藝術公司。對，那就是有課程，就是由她光藝術那邊去負責，所以她其實她的弟子都會去協助他做上課，然後也會教大家那個工藝品的製作這樣子。安尼有一個想法想要請教一下曾文哥，能有辦一種課程啊，同展覽，你料理啊，會唔會有一個想法講，能配合展覽啊，也係某個發圖來做一下調整，推出期間限定的一種特別的料理，有一種想法嗎？有想過，不過有複雜，有一點複雜，因為要怎麼結合，還要再思考。就有一個想法，不過主題可能還冇限到講適合的，什麼有可能，下禮拜有一個機會嘅時間，會有推出冇相同的料理。有可能。給海瓜子都可以拿出來，有都講嘛。原來安尼，不過年客來到一片啊，來上課，有嗰種年客看到。人睇下討論的是，因為人哋空間係開放式的嘛，有人家睇下討論的是料理，看到隔壁睇個做東西，其實我唔會好奇同人問，結果問到又直接去報名的，有安尼冇？也是有，就是因為我們禮拜日就是課程的時間嘛，那禮拜日也是我們散課最多的那個時候，那其實很多就是他們可能中午用餐，然後。那個我媽媽就還會到外面喊說，那個接下來有一個課程會在隔壁的教室，那有興趣的朋友也可以就是去參與這樣子，那就會有些有興趣的人就會聽到，有這樣的課程，那我們去做看。試看下先。嗰種你的課程其實先從臨時來報名也做的，只要有位置。對，除了預約之外，也是可以現場。有興趣的朋友也是可以報名這樣子。這麼能做到更加啦，除了料理的部分，係自家有興趣，也有一個成就感之外，自家還有其他的收穫嘛？就是講做完一個工作之後，你印證了之前學嘅，包括燈藝也好，料理的廚師也好，對你來講，喺一邊工作還有兩版的收穫，還有一個你下同你的肯定啊，兩版。可能幾乎是客人給予肯定比較多，因為現在很忙，沒有抽不開身，對，就是有偶爾就是沒有，就是做完單子，然後會出去看一下，然後如果客人有意見就會過去，對，幾乎都是肯定比較多。因為一開始接得到的時間也唔提講，我會做料理都用版，也係講收到怎麼樣子的那個詢問改進建議等等，然後唔過搶嘅。人客本安尼肯定都講，我自家做嘅也學一個料理，真是很有意義的事情，係咪？係啊。你有感覺講自己的料理有進步，也是有進步嘛？明年安尼正常的打感，有成就感。
阿婶，您呢？你这个轨道路卡的周亚嘅工作的时间，曾经会不会有遇到一些挫折？就是想讲，这么个过了周亚嘅事情，结果念下顿肯定之后，又隔天又精神饱满的讲，其实还可以做，做会不会差啊？你这个有安哪些想法过吗？也一定会啊，就是因为我在前场一定是跟客人比较多接触，对，那就是因为刚开始，的确是也蛮多人给我建议，对，就是我哪里需要改进，然后哪里可以再做一些调整，对，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些都也没有不好，就是那些都是让我更进步的动力，对，就是会觉得，我好像有更多可以做调整的空间，那就是也还蛮感谢他们给我建议，对，不是直接的，就是直接就骂下去，对，没讲，今天很温柔的跟你说，还刚刚用板都可以够好，对，因为其实我做这个之前，我也没有做过咖啡，对，那也是接触了这个，我也开始去了解很多咖啡的事情。咖啡想必是很多真的懂喝的人就会品尝那个小细节啦，对，小细节。谈到我们分享到更加啦吼，真是想到讲，一个工作可以咧传承，真是分两位吼，还有其他可能工作人员也好吼，有更多无穷嘅成长同经验，知冇？哇，观众朋友，今日啊，我哋两位吼，贵乡嘅后生嘅同我哋分享嘅故事，都蛮精彩嘅，也本我哋看到嘅后生嘅其實想愛做，其實本佢哋一啲成長嘅空間同機會係青春有嘅喲。今日啊，再一次感謝兩位吼，同大家人按精彩故事同好事嘅料理嘅分享哦，感謝您，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那也希望大家來美濃之後，可以來我們帕蒂斯異想家做，然後也吃我們的東西啊。有課程的話，大家也可以參與。謝謝大家。好咯，坐到更加先同我哋先生來運動一下咯。希望我哋福建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